Hello，大家好，歡迎大家嚟到樂永豪贏馬者同埋 YouTube 分享嘅時間啦。就嚟到星期六嘅下午啦嚇。喺聽日咧就沙田馬場就係有呢個11場嘅泥草混合賽事啊。之前都一再咁講噶啦。嚟到3月中旬啦，咁畢竟都算係咧就啲大賽嘅中間嘅時間啦嚇。2月尾3月頭嗰陣時又係呢個系列賽啦，咁亦都咧就三冠馬王啦，咁嘅第二關啦，去到咧就4月頭啊、4月尾啊，咁先成個4月啦，咁先至係咧就即係譬如打比啊咁嗰啲大賽上演啦，咁所以呢段時間咧就都冇辦法嘅，一定咧就係會比較即係真空期啦，咁所以咧就都係以賽事咧都必定係以呢個中班嘅賽事為主噶啦，如果對比起呢個跑馬地嗱，啱啱咧就即係跑馬地嘅賽事啊，大家都見到中班拆組拆得多咧，都係比較混亂啲噶啦。唔係話啲實力馬有啲咩特別嘅問題，當然佢哋都可能會表現失準。但係除咗佢哋之外咧，因為你其他即係譬如譬如12隻馬裏邊有3隻係即係突出啲嘅，咁另外9隻接近嘅，當中咧有冷有熱，咁即係話咧喺揞住嗰幾隻熱門馬之外，咁其他嗰啲咧第4熱門到即係最冷嗰隻冷門，其實個實力距離咧就唔係同個賠率咁樣即係顯示咁差咁遠嘅，咁所以咧，當嗰啲馬你有啲失準嘅時候，加埋有啲實力馬有啲意外啊表現唔好嘅話咧，就隨時會有大冷門衝入嚟噶。咁呢個咧都係即係喺季中階段啦、季中或者季中過後階段啦，中班混戰嘅常態嚟嘅。咁所以啦，今次仲有咧就泥地賽，咁希望咧就因為我之前都講過啦，嚟緊4月頭先至會有全泥夜賽。咁1月嗰陣時出現過，4月頭先至有，中間呢2個月咧，其實就冇全泥地嘅賽事嘅。咁亦都咧就因為咁樣咧，泥地嘅即係賽程啦係比較少啲。譬如今次咁啦，有3場嘅泥地賽事，咁我覺得咧呢幾場嘅泥地賽事咧都算係有得玩下嘅，因為咧你有啲泥地好手咧，你呢段時間冇乜即係出路嘅真係。咁唯有咧就即係入賽啦，都要即係養精蓄銳啊，同埋咧就都要部署咧去出擊噶啦。咁所以咧可能因為咁樣而令到咧即係喺呢段時間嘅即係混合賽裏邊嘅泥地賽事咧，因為數量較少，可能佢哋嘅水準可能仲穩定啲嚇。咁當然希望係咁啦。不過當然都咧就即係雖然話以中下班次嘅為主啫，都有1-2場咧就較為高班次少少嘅賽事咧，可以俾你動下腦筋嘅。希望咧就即係呢啲場合咧就唔好。因為咧，即係都其實你問我咧，即係喺呢段時間嗰啲2、3班有陣時都有啲裸體撐嘅，即係如果咁嘅話咧，咁都幾麻煩啦。好啦，嗱講翻咧就即係今次賽事啦，頭先講咗水準就唔高噶啦，不過好在咧天氣就相當之好，咁我相信咧就個場地啊咁即係臨時有啲咩改變嘅機會咧就唔算好多，咁起碼咧大家臨時個飯先啦嚇，咁呢樣咧都好嘅，即係最低限度咧就可以做好嘅準備，咁有陣時形勢混亂噶啦就梗噶啦，咁但係咧就你做多啲準備咧，咁點都好過咧，就即係準備不足或者咧資訊太多啊，係嘛？好啦，講翻今次嘅賽事啦，深水馬匹咧，咁我同新宇老師咧都即係一人有一匹深水馬匹咧，可以推介俾大家啦。咁當然嗱，先至聲明下，今次真係個水準唔高咧，把握就唔係話好似一啲即係好即係好實淨啊，或者好有信心啊嗰啲嘅。但係咧有啲賠率都可以搏下嘅。首先咧我揀第5場啊，呢場就係泥地，4班嘢650米。咁呢場咧我比較中意咧，就係呢隻10號嘅林寶精神。OK， 呢場咧就4班嘅泥地1里咧就3T 嘅頭關啦，咁今次3T 都有 jackpot 㗎，咁其實咧都可以喺啲半冷門啊冷門身上動下腦筋啦嚇。咁但係呢場賽事咧，林寶精神咧佢隔晚咧就唔係好熱，都有挨住即係8倍幾9倍嘅，咁但係咧呢組馬咧其他嘅賠率咧算係有啲平均啦。不過如果講話即係賽事水準嚟講咧，因為呢場賽事咧都幾有趣嘅，睇翻林寶精神上次就跑第4嘅，正係因為4班日嚟嘅1里啊。當其時喺佢前面3隻過終點嘅馬咧，呢場都有份參賽嘅噃，包括當時嘅頭馬啦，加州星馳啦，亞軍嘅開心宇宙啦，季軍嘅呢隻咧就係風起雲湧啦，咁佢哋都有上陣嘅嚇，咁呢場賽事都同場嘅，咁而呢個林寶精神當其時係跑第4啦，咁但係你會覺得，咦隊長咁佢上次跑第4嘅喎，咁點解咧你會即係今次會中意呢隻多啲咧咁樣？嗱，咁今次賽事咧就即係其實咧我都會認為點解會？呢幾隻馬我都會即係繼續重視嘅。點解會咁樣咧？始終日嚟同夜嚟本身有分別啦。而呢場即係呢幾隻馬係上一場呢個4班日嚟，即係4班1里日嚟嘅賽事裏邊嘅賽績。而呢幾隻馬咧都係當其時都係輕輕
輕輕咁樣咧，其實都掟甩咗馬群嘅。當其時有第五嗰隻就係理創動力啦，理創動力咧就好快 pacing 之下跟咗翻到嚟咧，就即係跑第五，終點前擺低埋個 pace 咁樣咯。但係呢幾隻馬之後咧，其實都掟喺後邊嘅。所以我都相信咧嗰場賽事咧，即係2月14號呢場賽事啦，水準就唔曳嘅，而當其時做嘅時間已經相當之好啦。咁所以咧，我都覺得如果你話揸住呢方面做指標嘅話咧，咁佢即係呢場賽事出嚟個頭嗰幾名咧，咁再跑4番1里咧，咁我都覺得咧嗰個機會咧應該略略呈先嘅。咁但係當中咧，嗱加州星馳你始終都係贏完馬加咗分啦，加咗5磅，即係加咗7分啦，加咗7磅啦。咁當然潘頓肯再跑，未必一定咧係唔好嘅。咁當然佢都係機會馬啦，不過咧就你要無可避免地係會熱啲嘅啦。開心宇宙上次第一次跑呢個泥地就已經喺呢個路程度入 Q，但係當其時頭先都講咗啦，當其時 pacing 好快嘅，佢咧同埋呢個風起雲湧咧早段咧就唔係跟得咁前嘅，咁而佢哋咧係賺咗呢個即係步速嘅優勢，甚至乎佢哋喺外邊追上嚟嘅，所以咧當其時形勢咧對佢哋稍為有利嘅，咁所以啦呢幾隻咧再出咧即係都會有飛都正常，但係點解我會緊林寶精神咧？林寶精神上一次同樣地係第一次跑泥地，咁而當其時咧，咁佢咧就即係排住個6檔起步啦。我最有印象咧就係呢隻馬，其實咧當其時起步係快嘅，不過咧起步重出咗嚟之後，但係咧見到咧即係跟附近前後出入啊都有啲馬咧喺前面想搶，咁佢咧就即刻咧一 hold 就會 hold 起褪咗落去嘅。咁佢褪咧就唔係話褪咗好後，褪咗去馬路中間第7、8位左右啦。咁當其時就拍住咧當即係嗰場嘅頭馬加州星馳啦，加州星馳咧就喺內檔嘅，佢咧就走二碟嘅。咁其實咧你問我當其時我又會覺得唔算話好有決心嘅感覺上下，始終都係第一次跑呢個泥地，係嘗試性質嘅啫。步速快，咁佢唔算跟得好加州星馳轉彎轉出嚟，佢咧就其實係會即係發力咧係比較慢啲。不過入到直路咧，其實我見到佢拗下就下咁樣啦，係唔覺得佢個步頻好急啊。但係咧，慢慢喺直路上面就下衝下咧，佢可以拍住風起雲湧同埋咧就開心宇宙啦，喺一齊咧就喺末段衝上嚟啦，一齊趕過呢個理創動力啦。咁三碟嘅影相之下咧，因為佢喺比較為耐啲嘅檔位啦，亦都咧就俾馬冚住啦，冇開邊嗰兩隻衝得咁順之下先影相跑嚟4嘅啫。如果你話以第一次跑泥地嘅水準嚟講咧，林寶精神咧上次絕對收貨。咁加埋我再睇翻，你始終血統方面，上次我都有留意，就因為咧佢始終下線咧都係出自呢個 Mr. Prospector， 咁泥地性能應該冇問題。今次咧嗱幾隻再度同場啦，咁頭先講咗加州星馳啦，就即係加咗分加咗磅啦，由5檔變咗12檔啦。咁其他嘅馬咁你開心宇宙就冇乜加分嘅，佢檔位由12檔變5檔，其實佢咧點解會夾馬熱門咧？就係因為呢個原因啦。咁就係因為咧佢檔位好轉啦，磅位冇加啦，咁啊即係呢個分數評分都冇加啦，咁所以咧佢就檔位好，即係佢個條件就唔錯嘅，咁所以咧佢成為熱門。咁啊至於咧就風起雲湧嗰方面咧，9檔變7檔，留住跑佢都冇加分，係都會有飛嘅。咁而林寶精神咧，我覺得最正。其實上次咧，佢係好下風嘅情況之下，咁上嚟跑到第4，竟然都減到分。嗱，更加重要嘅就係咧，佢雖然減咗1分，係咪代表佢嘅水準唔好咧？嗱，因為上一次咧，其實佢哋呢幾隻馬咧，都係輸俾頭位有4分3馬位，大家咧都係影相嘅啫。我又覺得唔存在呢幾隻馬裏邊咧個能力上面有幾大分別啊。咁更加重要咧就係今次林寶精神咧，就除咗個面箍，戴翻個眼罩，睇翻林寶精神以往咧根本就係戴眼罩好嘅。咁啊換句話講咧，就係換翻佢最好嘅配備啦。咁好啦，試好泥地，換翻最好嘅配備，由6檔變3檔。呢場賽事咧，同上次相比咧，快馬咧就冇咁多嘅。而林寶精神咧，其實佢自己本身可以跟前嘅。佢個3檔，但係出咗嚟之後咧，未必即係會自己望空放頭噶，因為咧喺佢側跟附近咧都有，譬如好似精明選擇啊、小飛俠啊呢啲夠快嘅馬喺度咧幫佢開路。其實咧，如果講跑法嚟講咧，佢都算幾理想，係好容易能夠守到咧4、5位甚至乎搏蝕位。咁我都會覺得，如果以跑法嚟講咧，佢真係有啲着數喎。咁既然幾隻馬咧即係同場再跑，我都覺得有啲條件上面嘅改變嘅林寶精神咧係有機會反先啦。即係呢幾隻上次贏佢嘅馬，畢竟上次咧無論計賽績即係計時間計姿態都係好嘅，所以咧咁我比較中意咧第5場10號嘅林寶精神嘅。好啦，咁啊，至於新苗老師比較中意咩咧？佢啊揀第9場啦，呢條4班嘅1400米拆咗去第一組。佢嘅心水馬匹咧就係呢隻5號嘅12神將啊。咁啊嗱，呢場賽事咧，如果你問我嘅話咧，其實我覺得我自己行頭都係12神將，係不過咧配腳幾多嘅呢場。咁啊睇下到時咧即係咩環境啦。不過如果你係揀一隻 win pay 買下嘅話咧，12神將咧的而且確係唔錯嘅選擇啊。咁點解咁講咧？嗱，呢隻12神將咧6歲馬啦，咁啊。隔晚咧佢都係熱門，不過咧都有5倍半嘅熱門啊，咁啊都算係有分頭嘅熱門。咁啊嗱呢場賽事咧，因為我記得上一次咧
亦都係有一組4班千四米拆組嘅，係當其時咧就係都係2月14號啊嗰日，咁而咧當其時咧就自動自覺溫達德就係操控住個慢步速，結果咧就串 Q 嘅。其實同日咧，因為拆組啊嘛，其實同日咧十二神將咧係參加另外一場嘅呢個4班千四嘅。當其時咧，佢係擺喺前面走啦，做咗相對較快啲嘅步速啦。走快咗之下咧，係俾活力拍檔啊、光年情長啊嗰啲馬上嚟追到佢嘅。咁結果咧，佢係跑過第4嘅啫。畢竟咧，十二神將本身都係一隻咧，就你睇翻佢喺香港啦，跑到咁即係好幾季啦。本身佢都係一4班咧，係贏4 win 嘅馬。雖然佢話咁上3班唔得喎，咁但係其實咧，佢上3班咧，佢喺3班無疑都係跑4至6名居多，但係佢落翻嚟4班呢個威力咧就相當之強。好明顯呢隻咧十二神將咧，佢係一隻咧近呢幾年已經發展到成為一隻好 typical 嘅3、4班升降機啦。佢喺4班佢係超卓嘅，喺3班咧佢又冇乜能力去到更高嘅評分，咁所以咧喺3班下游嘅評分裏邊咧咁啊上上落落啊，爭緊啲獎金啊，跟住落翻嚟4班咧又可以喐手。睇翻近呢2場今季咧都係3班起步啊，咁所以咧輸咗6場之後，咁近呢2場落翻嚟4班，你都見到咧落翻嚟4班佢零零舍舍咧係唔同嘅，甚至乎佢落翻嚟4班就會跌埋心水跑佢嘅首本路程1004，田草1004係啲係嘛3 win 嘅路程，所以咧你好明顯見到佢咧佢嘅用意係乜嘢？而更加重要嘅咧就係呢2場之前啊嗰2場落咗嚟4班跑1004，其實佢係好有部署而嚟，但係偏偏咧就唔係好彩嘅，一場13檔，一場14檔，翻到嚟咧都跑第4、第6係攞獎金，輸個零兩個零馬位嘅啫。咁換句話講，其實佢喺第4班嗰個實戰力咧仍然係相當之強勁嘅。好啦，今次由外檔再抽變咗3檔啦。今次個形勢咧就有利啦。上一次咧自動自覺同埋溫達德咧係賺慢步速，咁但係咧有埋十二神將喺度咧就唔輪到佢哋賺啦。十二神將更加好嘅一樣嘢咧就係你對比起自動自覺嗱，自動自覺咧今季贏咗2 win，你都會見到佢，咦呢隻馬佢以前咧即係第一季喺3班8大冷位置嗰陣時，咁佢都係有得追下嘅，其實個組水準就唔高。但係跟住咧，其實佢今季贏2 win咧，你都見到杜遠恩幫佢開竅咧，都係靠外邊殺埋嚟擺喺前邊走。而上次爆冷都同樣係用呢個跑法。換句話講咧，你可以發現到呢隻馬咧，佢都係以自己放頭咧嗰個威力會最強。叫佢跟住馬跑咧，其實唔係追得好多隻馬。咁另一方面咧，呢個情況同樣喺君達德身上面出現。君達德咧亦都係一隻分分乸咁啊，上次就結果跑第2啊，佢唔係追上嚟㗎，佢全程就係第2，只不過佢同埋自動自覺一齊賺呢個慢步速嘅啫，所以放頭嗰隻贏，第2嗰隻跑第2，後邊嗰啲馬追唔到，純粹係咁嘅啫。所以咧喺啲對馬嚟講咧，十二神將俾佢哋走先，因為十二神將係可以追幾隻馬嘅，最低限度。咁所以咧加埋佢嘅跑法比較彈性啊，檔位亦都好。咁所以咧我都覺得今次十二神將咧成熱門啦，係幾有道理嘅。雖然同場對手係有㗎，真係，即係譬如好似有啲開心老闆啊，另外咧上次都跑近嘅大回報啊、文武全能啊、燈王啊呢啲咧都係有啲能力嚇咁啊入圍嘅。可能呢場配腳會比較多啲，但係如果講話咧呢幾隻即係帳面上面嘅實力馬熱門馬咧，邊隻咧把握較高咧？咁我都會比較傾向咧，就係呢隻5號嘅十二神將啦。所以森美老師揀呢隻做除嘅心水咧，亦都係相當之理想嘅。無疑呢場真係膽易腳難嘅賽事，不過膽咧我都幾有信心啊，對呢隻5號嘅十二神將嚇。咁啊睇下咧，聽日可唔可以順利咧就即係贏翻場啦嚇。好啦，咪多件係咁咧，綜合今次兩匹心水馬匹，咁我比較中意咧就係第5場10號嘅林寶精神。森美老師比較中意比較中意第9場5號嘅十二神將，5場10、9場5就係今次啦。咁我哋兩匹嘅心水馬匹。好啦，咁啊多謝大家捧場啦。咁啊，如果大家咧想喺馬季餘下嘅時間咧，同我哋繼續緊密啲聯繫嘅話咧，歡迎大家加入我哋嘅會員頻道嘅。參加辦法相當之簡單，喺呢條片下邊有條 link，大家 click 入去咧就可以睇到咧會員頻道嘅簡介噶啦。揀到啱你自己等級加入咁就可以咧，同我哋咧一齊咧就攜手同行啊，並肩作戰。咁啊，等緊大家加入我哋大家庭噶。好啦，多謝大家捧場支持。下次賽事將會去翻咧，下個禮拜3晚谷草上演嘅，禮拜2晚再同大家 YouTube 頻道再見，禮拜二見，拜拜。